骑乌多摆出车祸注意走，煞判无罪。来看真罕见的案例，伫苗栗有一个姓马的查甫人，骑乌多摆上班拄着头前乌多摆无拍方向顶就倒啊，两台车窗弄做一伙。这个查甫人赶要上班，认为讲毋是伊的唔对，车骑来注意走，所以讲呢。被对方就告讲肇事逃走，苗栗地法院审理了，认为讲这个事故鉴定委员会甲法官拢认为，这个姓马的查甫人无肇事责任，加上相关的法令也未完成修法，所以讲判这个姓马的查甫人无罪。52岁姓马的先生骑车去上班，伫要到路口的时，路边头前机车无拍方向灯，向倒弯，造成64岁姓罗的女骑士和89岁妈妈受伤。当时女骑士要求对方袂当离开，不过姓马的男骑士看对方无外伤，就骑车离开现场。女骑士嘛，甲告肇事逃走和过失伤害罪。案件审理了后，法官认为男骑士无罪。如果驾驶人就事故的发生并没有故意或过失的时候，纵使肇事后离开现场，也没有该条刑法的适用。拢着人离开，法官的判无罪是2013年宪法修法，肇事时伤逃走有刑责。2019针对肇事定义，若毋是超工的或者是过失无下用。2021个修法无过失煞离开会当减轻或者是免刑，毋过也受刑责。车祸时间是伫2021 3月，拄好伫2019到2021，拄好是无法律的期间，所以判无罪。当事人车祸鉴定无肇事责任，法院判决无罪。姓马的先生弄着人了后离开，互判无罪。洪龙的母仔囝一个骨折，一个受伤，虽然无生命危险，上尾也败诉。随后受法律的这段时间，嘛变做真罕见的案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